歡迎收睇今集嘅經營有道。今集嘅主題係到底乜嘢係財富？講起財富，你會唔會諗起嘅就係貨幣？會唔會諗起股票？又會唔會諗起嘅就係房地產呢？近年多咗人講健康都係財富，但係其實咧財富嘅種類咧遠遠唔止係以上講緊嘅呢啲嘅，仲包括住你嘅資歷同埋經歷。你有冇係諗過你嘅前半生到底係經歷咗啲乜嘢？呢啲寶貴嘅經歷其實咧係你非常之有用嘅資產。呢啲嘅資產分分鐘可以為你係轉化成為非常多嘅金錢或者房地產等等嘅財富。今集我哋咧就會舉3個例子。呢3位嘅名人咧係嚟自唔同行業嘅專家，佢哋就利用咗自身嘅經歷同埋專業咧，將呢啲嘅寶貴資產咧轉化成為係非常多非常大嘅金錢嘅財富。第一個例子，我哋會舉物理學家 Marcus， 佢喺佢嘅自傳《量子天才第二春》就提到其實佢好細個就係鋼琴同埋西洋象棋嘅專家，之後去咗印度係出家。咁出咗家之後佢又會還俗翻去德國，因為佢有一個係物理學嘅專業背景，佢就研究住海姆或者科濟列夫等等嘅科學家嘅理論，係自己提出咗時空波呢個理論。佢就發明咗 Healy 同埋 TimeWaver 呢兩個產品。呢兩個產品嘅偉大嘅地方喺邊度呢？就係其實佢背後都有非常之複雜嘅物理學理論。但係當呢啲理論變成咗產品之後佢就可以普及到唔同嘅民眾。同埋係唔同嘅機構，甚至一啲醫療機構亦都會用到時空波嘅產品嘅。咁究竟 Marcus 將呢啲嘅物理學理論係點樣轉化嘅呢？佢就提到其實佢好細個嘅時候就開始探求咩係真理嘅，於是佢就去咗修讀物理學，嘗試喺唔同嘅物理學家嘅學說入邊睇佢哋係點樣理解呢個世界。但係之後佢就發現物理學家好多時都係對人類嘅心理嘅探討係比較少嘅。佢就覺得唔滿足，就去咗印度就出家。出咗家之後佢又將佢學到嘅一啲包括哲學或者心理學等等嘅概念係融入咗物理學嘅技術，令佢可以係創辦咗 Healy World 呢間公司，並且係發明咗 Healy 同埋 TimeWaver 等等嘅產品嘅。咁其實Marcus 係一個非常之聰明嘅人啦，但係呢間公司嘅成功遠遠唔係淨係歸功於佢一個人嘅。呢間公司有超過2500個嘅專家，包括有醫生農業專家唔同嘅科學家等等係共同係成就咗呢間公司出嚟嘅。呢間公司嘅目的其實係為咗人類嘅整體健康出發，希望透過時空波嚟改善人類嘅一啲嘅壞細胞嘅頻率。又或者令到啲企業可以得到一啲新嘅想法、新嘅頻率，以改善佢哋一啲嘅惡劣嘅經營狀況。咁呢間公司今時今日已經做到非常之大啦，業務係遍及超過50個國家，全球亦都有超過36萬人用緊佢哋嘅機器。點解佢可以做到咁樣嘅呢？你有冇聽過好多時要揾一啲專家？佢哋都會喺大學入邊做教授，或者係一啲科研機構先至可以揾到佢。但係 Marcus 就好成功將一啲自己本身只可以喺學院非常之深奧嘅理論將佢係套落一啲嘅量子機器嗰度，並且係可以係銷售到唔同嘅民眾或者機構，將佢嘅理念就透過佢嘅產品係普及開去。第二個例子，我哋係會舉一個非常出名嘅家電品牌 Dyson 嘅。你知唔知道 Dyson 其實係點樣嚟嘅呢？佢嘅創辦人 John Dyson 其實亦都係一個科學家嚟嘅，佢係好中意做研究嘅。喺70年代，佢喺個花園嗰度推緊個手推車嘅時候就發現嗰個轆推得唔係好順，於是佢就去改良嗰個轆係變得係更似一個球體，令到佢推得更加順嘅。呢個就係 Dyson 透過佢嘅科學理論係改善唔同嘅產品嘅開端。你今日可以去到商場見到 Dyson 入邊有各式各類嘅電器。呢啲嘅電器其實都係經過品牌係長時間嘅研究嘅。就好似佢一個非常出名嘅無塵袋真空吸塵機，其實係用咗超過5年，係實驗咗超過5000次先可以做出嚟嘅。咁 Dyson 好信奉嘅一個理念就係嗰個產品，當你個價格係唔可以同類嘅品牌競爭嘅時候產品嘅質素就非常之重要啦。所以 Dyson
嘅產品咧，其實往往研究係以年計嘅，而且個實驗次數咧往往係超過1000次嘅。就憑住佢嘅不斷咁努力，並且有佢非常之深厚嘅物理學背景，包括佢對流體力學嘅認識，佢就將呢個理念咧係放喺電器改良嗰度。除咗頭先講嘅吸塵機咧，其實風扇嘅都係 Dyson 一個非常出名嘅產品。你有冇諗過咧？或者你有冇見過以前嘅風扇，或者而家都好啦，係咪有個扇葉喐嚟喐去嘅？你又有冇諗過，其實有啲小朋友會將個手指塞入去，咁樣咧係非常之危險，分分鐘咧手指都會斷埋嘅。咁 Dyson 咧就見到呢樣嘢啦，佢就見到好多人都以為風扇一定係有扇葉㗎啦，大家嘅手指唔好擺入去，避開啲，咁咪冇危險咯。佢就諗，其實我哋咧係唔止可以做到咁嘅，係可以做到係冇扇葉嘅風扇。呢個就係喺 Dyson 咧，比普通人咧可以行多一步嘅地方。作為創業家嘅你有冇見到社會嘅唔同嘅痛點咧？你又有冇諗過有啲嘅痛點，當大家都以為係必須要接受，係冇得改變嘅時候，其實咧係仲係有改變嘅空間嘅咧？好啦，第3個例子，我哋咧係會舉美國總統特朗普啊。特朗普，你除咗知道佢係美國總統同埋地產界大亨飛黃騰達嘅主持，你知唔知道其實佢都係出咗非常多本暢銷書嘅咧？喺20年前，佢就同《富爸爸窮爸爸》嘅作者羅伯特清崎咧係合作寫咗本書，係講財商。咁當時咧係特朗普已經認為咧係美國政府嘅赤字非常之嚴重，好多人咧淨係等緊攞失業救濟，但係咧美國政府冇教呢啲人咧係點樣可以咧係自食其力，係自力更生嘅。佢又提出咗幾個觀點喎，包括到底點樣先可以係獲得財富咧？就係唔好靠股票，要靠地產。包括咧要早日投身一啲直銷公司，因為直銷公司係最快咧可以令你咧係學到一啲經營嘅理念，同埋咧學識槓桿嘅投資方法，唔好咧係玩一間先買一間咧，咁樣會太慢。而仲有一樣咧就係唔好淨係諗住做員工，因為做員工咧只係得固定薪金嘅啫，就係做股東咧嗰個收益咧就係可以係非常之大嘅。咁你講呢個故事其實係講緊咩呢？就係講緊特朗普，好多人諗起佢就係佢嘅非常之瘋狂嘅政策，又或者佢係地產商做得幾大幾有錢。有冇人諗過佢將佢從商嘅概念呢？其實係可以將呢啲嘅知識係變現嘅。作為一個地產商而言，如果你唔係幫襯佢，其實呢係未必可以係使用到佢嘅產品。但係當佢將一啲嘅概念呢係寫成書之後呢，普及度咧就可以更加大啦，而佢咧亦都選擇咗同清崎一齊合作寫書籍，嗰個嘅槓桿力量咧就更加大啦。今集咧舉出咗3個嘅名人做例子，其實係想話俾大家知，如果你係有一啲係非常之獨特嘅資歷或者經歷嘅話咧，係唔需要咧係覺得羞恥嘅。好多時呢啲嘅經歷係普通人係冇嘅。如果你知道將佢點樣變現嘅話咧，分分鐘會為你咧帶嚟意想不到嘅收入。你對自己有了解有幾多咧？你覺得自己有啲咩資歷或者有啲咩經歷係可以攞出嚟變現嘅咧？今集可能可以令你有多少嘅反思。如果呢啲嘅資歷經歷咧，如果你可以將佢變現嘅話咧，可能咧係會令你嘅經營咧係有意想不到嘅收穫嘅喎。今集嘅經營之道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對今集有咩意見嘅話，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你有啲咩嘅題目想聽咧，都可以同我哋講嘅。今集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本節目由樂活有方贊助。樂活有方係一個一站式樂活平台，提供多元化嘅產品、服務同埋課程，幫助每個人輕鬆擁有健康美麗嘅體魄，享受愉快豐盛嘅生活。快啲嚟掃屏幕上邊嘅 QR code 或者 WhatsApp 我哋了解更多啦。